雅各书第4章，恁中间的斗争甲争执对倒位来？减毋是对恁肢体中间不时伫争执甲斗争的欲望来。恁想要得到，得袂到，就要杀人。恁欲望满满，毋过袂当满足，就争执斗争。恁得袂到所爱的，因为无对上帝求。恁祈求，毋过得袂到，因为恁的动机毋好。所求的是简单要满足家己的快乐。恁这个毋信的人啊，减毋知甲世间做朋友，就是甲上帝做对敌。圣经讲，上帝深深喜爱伊，放伫咱内面的神。恁想圣经所写这句话，无意思是无？不过上帝使咱的恩典搁较大，因为安尼，圣经有讲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施恩予谦卑的人。所以恁着顺服上帝，反抗魔鬼，魔鬼就会逃走离开恁；着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会亲近恁。做人啊，着洗恁的手；无定性的人啊，着洁净恁的心；着悲伤、哀痛、啼哭，着互恁的快乐变做悲哀，欢喜变做忧愁。着伫主的面前谦卑，伊就会甲恁高升。兄弟姊妹，毋通互相讲歹话，讲兄弟姊妹的歹话，批判兄弟还是姊妹，就是讲律法的歹话，批判律法。恁若批判律法，就毋是律法的遵守者，是律法的批判者。律法的制定者甲审判者只有一位，伊会拯救，嘛会毁灭。你是啥人？哪敢批判你的厝边？恁听我讲，有人讲，今仔日还是明仔载，阮要去某一个城，伫遐住1年，做生意趁钱。恁连明仔载性命会变安怎都毋知，恁敢若梦雾出现，一个仔久，脸边就消失。恁应该安尼讲：主若愿意，阮就会活，通做这项，做迄项。恁现在敢骄傲自大，这款的骄傲拢是邪恶。所以人知影着做好事，无去做就是犯罪。